你知道你们的产业冲击影响评估几页吗？人家在回答你，让人家讲。来，院长，你有看过吗？你让人不用我问你，你有看过？来，农委会正在给你说明呢。我当然有看过，重点是在于到底开放莱克多巴。主委，你知道这个冲击影响评估你们提供给本席的几页吗？我当然知道啊。这是709亿的产值的养猪产业，非常重要，没错。结果你给我什么？4页啊，4张纸啊！我原本想说，农委会你应该对于进出口未来的影响变化趋势，猪价格跟本土猪的落差会不会扩大？饲养户数跟头数到底会不会减少？少说120页，没有100页，有个80页。你4张纸，你这样对得起台湾人民，对得起我们猪农吗？4张纸就说你有通过冲击影响评估，国际的709亿的猪肉市场里面有莱克多巴胺跟没有莱克多巴胺到国内的价差，3页在讲无关差不到每公斤1块钱。有3页在讲什么？委员，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有130亿可以来让主委，我告诉你，冲击击影响评估应该包含什么？今天日本他们开放进口以后，后续他们农林水产省所有的相关数据调查，现在大家关注的，要了解你的国产猪跟进口猪量变化的趋势，你有没有做过分析？4页报告只字未提。第二，饲养户数、饲养头数会不会大幅下降？只字未提。猪内脏，这次你开放猪内脏进来，对于我们猪内脏的市场有什么样的冲击影响？4页什么都没有。再来，进口与国产猪价格会不会拉大？结果，你告诉大家，你的结论，预估开放对市场影响有限，就这样。你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国人的口味，国人的饮食习惯。你这样就要糊弄国会、糊弄人民、糊弄猪农。你不能误导我们写了这么重要的行政团队提供的我们的经济评估报告冲击影响评估报告，没有发现前提的假设。你写得出来，我还看不下去啊，主委。你刚讲到日本模式最好，日本2005年开放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结果美国的猪肉出口到日本是减少，反而加拿大、欧盟的国家进口量增加。第一个，主委啊，美国你不要提油救火，毛猪的生产量一再提日本模式，日本模式。我告诉你，日本怎么做的，你们学半套都做不到。他们有产品差异化策略，他们有产销履历制度，更重要，他们有什么差额关税，这些他们才能好不容易确保他们的冲击降到最低。结果你现在连个冲击影响评估报告都只有4页，我们比日本还强，你评估都没有做好，你怎么知道你的100亿基金够不够？有没有用对地方？委员，日本的3个主委啊，配套措施里面，在台湾除了差额关税以外，台湾全部做到，而且我们用130亿的基金在做永续的产业经济力提升，我们比日本还厉害。我们的猪肉可以出口，日本是不能出口的。委员，上个礼拜我才在屏东，主委啊，猪肉销到日本，实在是非常非常丢脸。你领导的团队拿4页冲击影响，你不要误解猪农朋友的经济报告，那是我自己2周前我到屏东，我去看了猪农，我实际去看，他们跟我反映，他们很担心他们的养猪产业受到冲击。你看哪一家？所以你看哪一家？他们叫我不能说啊，你就是这样。他们怕被查水表啊！啊，委员，你真的是不懂。屏东的猪笼，我都在脸书上公布了我的意见，非常熟啊。